以赛亚书第34章，上帝要刑罚伊的对敌。列国啊，我来听；万民啊，注意听。全地甲地上的万米，世界甲住伫迄内面的，拢得听。因为上主对万国发受气，对万军发大受气，伊要甲因消灭，互因出在人刣，受刣死的，话互人献杀，新鲜的臭味呛悬，前山会因为因的血泛红，天顶的万象会消失，天会亲像册卷起来，天顶的星辰会落落来，亲像葡萄树叶冷去，亲像无花果树打去。我的剑已经伫天顶出现，看咧，这支剑要降落伫以东，临到遐个我判做应该灭亡的人民。上主的剑规支拢血甲油，就是羊羔甲山羊的血，以及羊羔腰子的油。因为伫波斯拉有祭物要献互上主，伫以东有大屠杀，野牛会甲因做伙受刣，牛仔囝甲牛公嘛会安尼。因的土地会互血目红，因的土规个拢油。因为上主有报仇的日，为着锡安的案件有伸冤的年，以东的溪水拢变达玛加，土变做硫磺，土地变做得色的达玛加，明日火拢袂熄，火焰永远得称，土地会代代趴远，永远无人对遐经过。毋过梯湖甲河堤会占遐，鸟头鸟甲乌鸦会伫遐做寿。上主要用混沌做金线甲伊量，用空夫做对针甲伊切。因的王国会灭亡，因的贵族甲官长会拢消失，宫殿会发刺皮，一个甲杂草会砍满要塞，遐会成做豺狼大的所在，得鸟伫遐做寿。旷野的走兽甲豺狼会住伫遐，野山羊会甲伊的同伴相对叫，夜间的鬼怪会伫遐歇困，伫遐找着安息的所在，伫遐有箭头蛇做寿，生卵哺蛇囝，照顾蛇囝，麻雀伫遐自集，公的母的拢集做伙，啉着茶课，着读上主的册。无一项动物无伫迄内面，公的母的对对拢有，因为上主的喙有命令，伊的喙甲因自集，伊为着因抽签，亲手用索甲因分地界，因为永远得到所分的地区，世世代代住伫遐。